主啊，主上帝感谢你，感谢你赏赐这个新的主日，阮看见全新上帝你要换新阮的灵，阮通伫每一遍就近你的时，拢有新的启示、新的开力、新的亮光、新的道路，帮助阮用敏锐心甲主相连结，帮助阮通过你的话，我得到开力。特别是阮兄弟姊妹，大家人拢做领受主你赏赐的意象。我伫你面前要分享你的话，求你亲自甲阮同在。感谢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要分享这个主题叫做迎子意象，同心追求。咱大省读一节真出名的圣经节，这是箴言的29章18节。咱较惯势读旧的经文，啦旧的经文就是讲，若无默示异象，百姓上放唱，独独接受律法的就有福气。咱拄则所读的是现代台语，讲无上帝指示，人民就放唱，毋过遵守律法的人真有福气。但即个异象也是上帝指示，甲咱第2段，咱读到即个。约翰福音21章，就是耶稣搁一遍对这个彼得显现的故事，咱要有甚物款的连结呢？对咱有甚物款的学习呢？这是牧师今仔日也要用这个故事甲咱相甲分享的吼。但是咱要学习的是讲异象，也是咱现在人较惯势讲的，讲我有愿景。也是我的梦想，梦想歹的意思是讲空思梦想，但是梦想有时是正面的。就讲我有一个安尼足大的期待，我想要来甲完成，所以咱甲改做愿景，愿景，也是讲我有一个安尼要成就的梦。那这个甲咱的生命的中间有啥物无共款呢？有啥物款的关联呢？有啥物款的学习呢？但是咱是通过主耶稣伊过活了后，伊伫湖边甲彼得以及门徒相拄，伊互彼得对失败者诚做重新找到异象、经历顶头生的这个故事来做开始。但咱拄则读的是对15节啦，15节开始。总是呢，若是对第1节就记载，咱有用会当现圣经来查考，就是讲，这个时阵是因为耶稣已经过活，总是这门徒已经四散去啊，无军队啊，所以伫遮讲。这个事以后，耶稣搁一遍伫提比利亚海，就是咱所讲的这个加利利海的湖边，甲门徒显现。伊讲即摆显现，甲记载伫遮，这是约翰福音特别所记载的吼。伊讲迄个时阵就是这个彼得啦。彼得呢，搁甲另外6个人，拢共7个人，拢来到伫湖边。但是咱会来到湖边，有真侪的学习甲研究啦。第一是彼得本身就是掠鱼人；第二是耶稣常常伫海边，伫加利利海边来教导这的犹太人、这的百姓。所以到底是毋是因感觉来到伫即个因熟悉的所在，一面是因毋知佫下一步的路要安怎行？当即另外6个人，圣经记真清楚，讲就是多马、拿但业、佮西比泰的2个囝雅各、约翰，佮另外2个门徒安尼。另外2个门徒伊就无写什么人。本来是彼得讲，我想要佮来掠鱼，意思是，但我即嘛毋知要安怎做呢？咱的主已经受定死啊，咱的先生无伫遮，我只好。袂当做，佫倒转来掠鱼啦。无拍算讲另外即6个人讲，我要甲你去安尼，我要甲你去。就是故事伫到遮，好亲像佫倒转去是耶稣伫初期来呼召彼得共款的故事佫重演。
重演是记载伫即个马太福音4章18节到22节，一个是伫路加福音第5章，记载甚物呢？大概两个故事拢要共款，一个是耶稣出来要传福音的时呼召门徒，一个是耶稣已经过来伫门徒的面前来显现。但故事咱大家拢真清楚吼，但是就是迄个故事有类似的所在，比如讲，这门徒拢掠无去啊，拢掠无去。耶稣伫初期呼召伊的时阵呢，是甲伊讲，因为耶稣伫海边咧讲道嘛吼，伫路加第5章有记载讲因规暝拢掠无去所以耶稣就借彼得的船伫迄个海边来讲道，了后甲因讲，恁甲船过去最深的所在，来互因掠鱼，讲掠到迄个鱼坐甲网拢要破去。这是当时耶稣呼召彼得，甲伊讲，毋免惊，对答了后，你要得到人，然后讲来缀我，所以彼得就对遐开始缀。经过3日久，代志佫发生，犹原是伫同款的情景，就是伫海边。这门徒嘛是规暝咧掠无去。这时耶稣有一个较无相像的。耶稣讲先甲鱼烘好因为这个掠鱼人吼，一暝忝吼，佫无鱼，实在是足郁卒的啦。但是耶稣是甲鱼烘好，然后甲因讲，恁甲船过去正平。顶摆是讲你去最深的所在，这边讲你过去正平，就掠鱼掠足多就对吼。伊圣经佫记载足清楚，讲有153尾安尼。这个鱼掠着彼得佫定心甲耶稣讲话，讲起来较正确是讲耶稣佫找彼得讲话，先招因食鱼早顿食饱，然后才开始讲这段出名的话，讲你有听我无？这个故事对基督徒来讲是足深的体会，嘛会当足侪角度去学习啦。但是咱要今仔日对遮讲，初期耶稣所予彼得的异象，事实伊伫3冬中间拢无伫遐真正执行过，只是好亲像在试验、在演练。咱嘛看见圣经记载讲，耶稣的门徒4个去传福音。有时传了袂好势，就倒来甲伊老师伫遐来抱怨讲咱拢无人要听阮讲呢。看耶稣讲，你要得到人，亲像鱼，好亲像也未成就就对啦。无拍算，耶稣就来受定十字架。到这个时阵，第2摆，耶稣佫伫海边来对彼得来显现。当遐个思维，这对咱基督徒也是讲一般的人来讲，有一个足重要的提醒。这个时阵，彼得是一个失败者，是一个逃走者，一个闪避耶稣原来对伊的呼召。因为伊佫倒转去掠鱼，就是佫离开耶稣讲你要得到人，亲像鱼。亲像鱼是会使的，但是你无得到人你佫倒转去得到鱼原来得到鱼是彼得伊上内行的事啦。毋过得到人，煞毋是伊会当做的，伊无得到人，佫要继续得鱼。所以兄弟姊妹，一个人会跋倒甲败坏并毋是失败并毋是失败，是因为你失去了迄个梦想，你失去了迄个意向。当人迄个环境若是无去，无论是你偌粗勇，无论你偌侪财源，无论你偌侪的迄个资历，你拢无甲，因为你的心已经死。这是人上惊的所在，咱人上惊去拄着的所在。所以咱伫人生，你家己也是咱亲人朋友，咱的囝儿4岁，有人失去梦想，生活生命陷入伫一个挫折的中间，咱会通对彼得这个故事来重新得到学习。彼得安怎重新振作？原来是已经会当好好掠鱼，就一生过去
迄三冬只不过是人生中间一个灿烂的火花，无去啊。毋过耶稣佫转来找伊，这是有真深对咱基督徒来讲真深的提示。咱要安怎定心恢复异象，并且定心来徛在，这是咱真重要的事。有一个故事，一个英国的女人啦，女子，伊出世伫1965年7月。伫庄卡一个足普通的查某囡仔，伊大学的时是主要是读法文啦。伫1990年拄到一个人生的坎站，就是伊25岁的时阵，伊的老母过身。打出来食头路，就互头家甲伊安尼 fire 掉甲伊死头路。所以这是头一遍失败。不得已，伊就去到葡萄牙，葡萄牙迄是伫西班牙南边啦，遐是讲葡萄牙语的，所以就去到遐做英文老师，想讲来离开伊个伤心的所在。伊就是葡萄牙嫁着一位专门在写专栏的记者，第2年生一个查某囡仔，才古锥。毋过可能是生活也是各方面未适应，3年就结束婚姻。伊有个第一摆失败，第2摆失败，婚姻失败，不得已就带4个月，敢若4个月的查某囝转去英国。前后3年久的时间，每一个月只敢若每一礼拜只敢若有65英镑，65英镑迄币值是差价大啦上悬我会记得印象改成70-80块的台票正敢有4-5站啦定。65英镑几千块台票是要哪生活？伊只是勉强度活。有时咧请这补助金佫无顺序有时连牛奶粉都无通好买安尼啦。我想这若是今仔日的话来讲，伊是一个人生的乳蛇乳蛇安尼，就是少年逐项拢袂顺啦那台湾我看有一款的境遇的人无就去求神问卜，无就去改运，无就去改名，就人生到遮也无啥物通望啦。毋过，这个妇人人，这个女子呢，伊伫悲惨的环境中间，伊犹原无放弃伊的梦想。伊有足敏锐的迄个思考，伊对世间事真够去感受到，但是一直伫个心内，咧教，就是改成毋知要哪出路就对啦。有一天，伊伫火车顶伫旅行的时阵，得到一个灵感，一个故事来。所以怎袂记得要去旅游赶紧赶转去伊的厝，用以前足久的伫要无路用的拍日记，把这个故事写落来。故事写落来，就透放伊的心情啦。毋过写落来嘛是无啥物改变啊。伊伫1996年把伊的稿写好过1年，4个月去出版社人个讲迄拢足势利的呢。你也毋捌写过啥物文章，互人出名，要甲你出版来投资咧，所以根本就无人要甲伊接纳。无拍算讲有一间小小的出版社，试看嘛呢，佮答应来出版就对啦。就1996年了后，全世界出名一本册叫做《哈利波特》。哈利波特就轰动全世界，后来拍做电影。这个负责人叫做 J.K. 罗琳啦，伊的缩写安尼。罗琳这个啦，这罗琳。现在足侪年啦伊是全世界作家收入上侪的人收入上侪人。这个故事互咱真励志啦毋若是伊的迄个小说足侪少年人爱看。我想咱这阵会看无啥会入迷，因为迄种讲一寡迄个魔幻的故事就对啦但是这个负责人互咱学习到，伊任何拄着挑战甲困难，伊无一下就放弃。意思讲，上帝把迄个美好的温素放伫伊内底，伊无怎甲带调的，讲为着
3顿为着查某囝，啊，我着凊彩啊，人讲甘愿做一个受救济的负责人啊，伊就是将伊家己迄个对上帝领受的迄个真深的迄个温顺，甲发表出来，用着伊足高超的迄个故事的技巧，甲迄个故事讲互咱感觉讲好像真诶共款吼。所以英国足侪所在吼，足侪伊拍电影的点吼，拢诚做足出名人诶网红吼，也是讲去迄打卡的所在安尼。那伊也是规波的哦吼，一本写搁过一本，迄实厉害啊！你若讲都一时感动写出来出名，亲像一个火花就无去啊。毋过毋是咧，伊写规套的吼。这是互人感觉讲足特殊的所在啊。咱会记得进前遮侪年吼，全世界有一个足出名的迄个电视节目吼，就是迄个素民啦吼，素民出来表演有无？表演唱歌表演伊的绝技啊，对。哇，足侪人因安尼一个普通人，煞变做全世界出名。英国嘛有迄种的迄个演唱家安尼出现的，所以人会找出路，但是伊若无梦想，伊就甲伊的才调甲温顺砍掉的吼。伫迄中间有3个，迄个故事内底有3个主角啦吼。一个是哈利波特，另外一个是伊的上介好的朋友，叫做荣恩这个女主角是叫做妙丽安尼。这是伊的好朋友吼。那这个故事互咱感觉讲，这个世间有真侪无可能，但是若是要互发生，你是袂使放弃你的梦想安尼。咱搁倒转来彼得的故事，彼得甲耶稣的故事是安那？这个彼得后来会改变，这是咱要学习的所在。重新恢复异象的关键，彼得原来异象已经无去啊，搁等于掠鱼啊。但是安那搁恢复咧？有3个主要原因。第一就是伊重新搁去掠着主的疼，重新去掠着主的疼。人伫失败中间，若会当有身边有人甲你扶持，用温暖的心、眼神来面对你的时阵，你会感觉讲袂失志。你讲边仔还阁有人咧支持你，所以你就会当重新站起来。这是对你一个失败也是落魄失志的人上大的鼓励。表示讲，我对你有信心，你唔通放弃家己。所以唔是用责备，唔是用踢球，有人讲用激将法。你要看这个人的人格特质是甚物吼？这个会当对耶稣甲彼得的故事来讲，主耶稣主动来找彼得，甲伊证明伊永远会听。但是伊唔是先讲我听你啦，耶稣是用行动在做。对只我有。简单描述这个故事，是耶稣主动来找彼得。那是对比一个普通的咱所理解的迄个故事的演变，耶稣应该是见怪这个学生，无采你平常时做我的大地主，逐项代志拢你咧出头，化东化西拢是你，无拍算代志发生的时阵，你3摆唔认我，我若无甲你骂臭头都已经。足好去啊！搁我会要来找你。这是耶稣用人的哲学，耶稣用人的一种超过人的见识的智慧伫遮。因为这时阵彼得是失败甲，伊无阁有啥物骄傲通我讲啊，伊也无啥物款的把握讲我会当做啥物，只敢去做伊的老本行掠鱼啦。但是耶稣伊无先到伫海边。就先讲，来，彼得，甲我来对峙一下。你较早捌讲过啥？你要安怎？开始甲伊骂。那确实来到海边找彼得，先甲伊责备安尼耶稣搁落去，甲因做伙食饭就食袂落啊。啥物人食会落？迄卫生上济也无法度。但是主耶稣毋是，拢无讲啥，先教因去掠鱼，表示。耶稣是这个大自然的主，恁这个老练的掠鱼人掠无，但是耶稣讲，我讲有就有。第二是伊先甲鱼放好啊，
咱嘛毋知耶稣是去倒位掠鱼咧，倒有鱼仔咧，已经烘好咧准备，互即阵规暝掠鱼无收成的学生啊，食着烧烧烘好的鱼啊，迄个心得到安慰，迄个胃来得到饱足。然后耶稣才甲伊讲3摆，你有听我无即个故事安尼。所以耶稣伫海边航鱼顶头边头，温暖用餐了后，来对话3摆来确认彼得对主会听。所以即个失败者，即个落魄的彼得，伊的心冰冻的心，佮重新来化解去啊，化解去啊！这是咱咧看耶稣甲彼得讲的故事中间，迄个上界细微啦，平常时咱无讲太注意的所在。耶稣先用听来改变，耶稣先用接纳，耶稣先用肯定来互彼得的心来重新恢复起来。拄则咱咧讲迄个这克罗人吼，伊失败的时阵，因为就是伊的身躯边有友情甲疼的朋友来甲鼓励，互伊重新振作，互伊无感觉讲我这个世间是孤单无依靠。啊，所以咧，我拄则有讲起迄个图片的中间，伫即个哈利波特，伊就是即个足侪安尼奇幻的故事中间呢，伊有一个至始至终的好朋友，叫做荣恩·卫斯理哈。啊，伊就是要表达讲，人即使就是拄着遮尔多挑战、遮尔多的危险，但是有好朋友伫身躯边，你就有气力。啊，这甲耶稣来甲彼得陪伴讲话有真深的对比。所以，兄弟姊妹，咱人心人敢讲你无失败，你有可能考试失败啊，有可能要升学失败啊，有可能做生意无顺遂啊。我当保证讲，我一生是无失败，我一生是我拢完全是行伫成功这边的，无啦。但是因为有疼，绝对无互你完全失去愿望。第二，虽然有温暖，但是你要重新振作啊！所以就是确认主的呼召甲期待。这个呼召要伫咧无？这个呼召，互你有动力去完成无？必定领受这个异象，伊大声是耶稣讲：你要得到人亲像鱼。啊，这个故事咱看起来是俗啊，毋俗啊吼。但是咱就知影讲。对一个掠鱼人来讲，掠鱼是伊的本行，掠鱼是伊家己的专长，但是要得到人，迄就真困难啊！我家己是掠鱼人的囝儿啦，我对阮老爸吼印象上介深的，啊，包括阮老爸迄个因遐的朋友吼，掠鱼生后因真有影，但是人际关系无，因为。规世人拢伫海呢，伫甲鱼啊，伫车拼，也无咧甲人讲话啊。所以你就知影讲，会足侪掠鱼人吼，讲话就讲遐粗话。迄其实毋是伊的本性，伊袂晓讲，伊无法当表达遐细腻的感情。啊，所以我会知影讲，彼得要得到人，我去想着我的故乡，想着我的亲人伫掠鱼。啊，事实这3档的中间。彼得嘛无真正有去掠得到什么人啊？好像就耶稣已经予伊一个任务，耶稣已经予伊异象，啊，伊3档是咧试验，啊，毋过试的，改成啊，佫无啥成果，伊就失败去啊咧。无拍算耶稣佫一遍拄着伊的时阵，毋若是佫重新提起这个任务，因为叫伊去掠鱼，鱼就掠较济啊。伊而且佫甲伊讲饲我的羊嘛。得到人是甲人带入来羊条，敢毋是？过来是你爱饲我的羊啊，你爱牧养我的羊啊，啊，这是一个任务的延伸，也是讲一个任务的进阶版。啊，这是互彼得伫异象佮重新定头生了后，伊做伙要完成的。主耶稣。真注重伊的失败呢，注重彼得的失败。
因为知影这个彼得，互现实拍甲忝，拍甲人讲趴在地下啦，趴在地下。所以无阁有啥物你家己熬的所在啦。你的体力、你的知识、你的经验一文不值。所以耶稣真颠倒看重伊即个失败，只是讲你会通对失败爬起来无？已经我当对失败得到教训，所以就颁予伊更较大的使命，佮颁布予伊更较大的使命安尼。这是咱讲用人哲学内底一般的人较袂去想遐深，因为你无能掌握一个人的变化，毋过耶稣看见即个失败的彼得。因为知影讲，即个人好亲像家所有身躯的杂质，家所有身躯内底一切人的骄傲，人家己的掌握拢放煞啦。剩的你若无靠主，是绝对无可能。所以伊就借这个新的使命来予伊安尼。兄弟姊妹，这是真互人感觉讲，对伫一个失败者真多。耶稣重要的路谱，真互人感动的所在。咱知影，捌做过迄个世界的首富即个比尔盖茨啊即个比尔盖茨，伊足早以前捌写过一本册，叫做《通往未来的路》。迄阵拄伊上届通光的时阵啦伊捌讲起一段话，伊讲我伫咧使用公司的职员的时阵，我尽量会去用到遐有失败经验的人。伊讲有失败经验的人，但是我无要用失败的人。安尼什么意思呢？就是失败，但是无跋倒；失败，但是还佫有志气。伊讲即款人伊就要用伊。我的大声问伊，讲到底伫失败中间学到什么款的经验？透过失败来学到教训的人，那你对失败有学到教训，讲失败就无搁再是失败。是互因会当更较成熟、顶头生的机会。这故事互咱连接到顶礼拜牧师甲咱分享在勉励咱大家做伙为着幸福小组来祈祷。幸福小组有一个真重要的概念，就是讲，咱爱亲像耶稣颁布这个使命甲异象，互彼得同款。你原来是掠鱼，但是你即马要得到人。得到人亲像掠鱼，安尼什么意思？就是当我的气力甲你伫地的时阵，你得到人要亲像你平常时足厉害咧掠鱼款功夫你得到人嘛是共款遐敖。这是耶稣互彼得的一种任务。当咱也通好伫遮看见讲失败，失败并毋是见效，是失败怎毋爬起来才来见效。所以咱足侪做父母的，拢学到一个功课。咱的囡仔跋倒，你看起来是失败，但你知影讲伊若无跋倒伊永远袂晓徛啦。所以你就甲鼓励讲，好棒再站起来，站起来，因为你要互伊家己囡仔甲爬起来。咱的幸福小组真侪，咱拢总有高组感谢主，已经有的组已经开始啊。有的同工特别是副长，伊上惊讲就是讲，哇！若咱无用8礼拜，亲像彼得共款，无用规暝，透早拢无几尾，安尼要安怎？有影，我就逐个人拢有即款的心，看如伫的啦。但是咱是毋是咱亲像耶稣？耶稣讲：你甲船过去正平。咱是要听耶稣的话，毋是听咱家己的话啦。咱家己要哪有可能改变一个人？人的思想是上歹改变的啦。你的观念、你的意识形态，除非亲像迄个极权的国家甲你发迹你就迹，你心内讲你嘛就发迹。极权的国家无可能有人改变家己的思想。若毋是靠圣神，若毋是主耶稣，彼得因就是掠无鱼。所以。兄弟姊妹，第三个关键是，你有谦卑顺服来完成使命无？你是要照家己的路行，还是讲主啊？是我就照你的意思。彼得来完成使命、成就异象的关键，是因为伊顺服主耶稣的呼召，讲你来跟对我。
这是头一摆，嘛是最后一摆的呼召，真有意思吼。伫初期耶稣呼召3年前，讲你来跟对我，即边佫甲伊讲来跟对我，但是差伫倒位？差伫一个已经完全失败，无法度人家己找家己的路的人，耶稣使用伊安尼。咱伫18节到19节咱无读，但是这段经文我来做一个补充吼。耶稣甲彼得讲：“我实在甲你讲，你少年的时，家己下大下腰大，去爱去的所在。毋过年老的时，你会伸双手互人绑，甲你拖到你所无爱去的所在。”即句话有足深的意思啦。少年时代，安尼足风光的，我要去倒就去倒。咱讲年少轻狂啦，世间事无人抵挡我会着。咱现在伫社会定来发生这，咱即卖人讲迄小屁孩有无？就是我都无咧听你什么主动，我都要去倒就去倒。这是彼得少年时代的写照，但是耶稣甲伊启示讲：你年老的时，换你要互人绑，就是我无家己啊。你要叫我去倒，我就去倒。这表示讲，彼得用着伊少年时代一生咧拼家己的路，但是后来伊欢喜顺服耶稣，顺服主讲：你爱拖我去的所在，我就对你去啊。人生的历程，才愿意互主带，迄实在是人生上大的功课。人若会晓先破解家己原来的骄傲。破解家己原来的意念，然后讲主啊，你爱我去倒，就免经过这条冤枉路，对不对？但咱世间人冤枉路定咧行，而且行一遍无够，佫行第2遍安尼。耶稣就伫这个时阵，甲彼得讲这个话，你知影讲？耶稣佫甲讲这个话是咧指彼得要安怎死来荣耀上帝。这都毋是再个一个人到底人生要偌成功呢？是讲伊要安怎死来荣光上帝？是用伊的生命，用伊跋倒失败，佮重新爬起来，照耶稣的旨意，通服伊的路，然后用伊最后用死来荣耀上帝。一个失败的人，最后是用荣耀上帝来做结束。这是何等大的荣光啊！耶稣甲伊讲来对我，彼得就安尼，无搁再退啊，因为伊已经无搁有任何心思意念要行家己的路。所以上帝重新搁奇妙的使用彼得，无搁再是凭肉体啦的自信，是单单信靠，而且得到圣神的开力。因为咱知影彼得伊重新振作了后，耶稣搁甲伊讲莫急啊，若照你的个性，因搁要开始拼无。在耶路撒冷听候，讲当圣神临到你的时，恁就要得到开力。就安尼，彼得经过这段靠圣神的开力，诚做改变世界的速度。咱现在这位拢知影咱现在有这个天主教教皇对无有教皇啦。现在这个教皇安尼，伊有一寡迄个作为改变足多足多人对伊安尼真欣赏安尼，因为伊有脱离足多的旧的传统。但是呢，第一任的教皇是咩人？第一任的教皇就是彼得。所以呢，伫天主教的传统来讲，彼得的地位是比保罗更较大，因为因该追溯啦，讲伊是第一任的教皇，然后刷接落去，遐尼侪代安尼。遐尼即位，而且我感觉讲，这对咱个人来讲是一个真深的体会。咱毋通阁活伫迄个失败爬袂起来中间，咱嘛毋通阁掠做家己成功，就感觉一切拢是我的天下。当主耶稣阁临到伫彼得的时阵，咱看见一个改变。彼得无阁再是一个安尼行事匆忙、掠鱼真牛的人尔，伊是一个改变世界，而且是诚做一个改变历史的一位上帝
真重的工人。兄弟姊妹，咱的教会今年创设44周年，咱这当工大家咧思考，咱的教会面临一个新的坎站，就是咱的教会建堂已经完成啊，咱的教会拄着咱这新的一代在兴起，咱要安怎来敲吹上帝，互咱新的一步？所以咱开始咧筹备，伫11月13甲14，要来举行一个2020年的这个共识营。咱的教会是毋是照家己的想法甲判断，是要敲吹，像耶稣所予彼得的这个意向。所以咱教会是一群人啊，毋是干那牧师，也是长老那点。咱是要敲吹一个共同的意向，因为意向若共同，咱才有气力通打拼。咱才有迄个方向来认真啊。所以咱要伫举办这个意向，共识也是为着要追求上帝呼召甲意向。那先要安尼做啊！我有听见咱的长老咧讲起，讲咱的教会44当内有分做几啊段的改变对开设啊，对伫传统的教会模式啊，我伫今年的这个周年庆的中间，有甲咱分享讲，上帝原来咱家己老一代的会友是感觉讲，咱来当个一个亲像温暖的小家庭啊，大家你也熟悉，我也熟悉，大家足快乐，安尼就好，还是无拍算。对2000年了后，上帝互咱的使命是讲，你爱伫即个社区，成做一个见证上帝，推动小组，推动一个毋是干那小社区的教会，是一个全台南市的教会。所以对遐咱这10几年来有大改变，啊，这是咱这新的一代大家做伙敲吹的结果。也毋过，咱即马所面临着的是啥物？面临就是咱新的一代领袖爱产生，咱的教会的体制爱重新搁强化进步。咱有一个学者伊安尼做一款的即个理论讲，教会的组织亲像生物啦，就像一个活命体共款，有生命的周期啦，有生命周期，伊会面临出生、成长、成熟甲衰退的发展趋势。即个若是咱兄弟姊妹拢一直伫长老教会中大，你嘛会感觉到，事实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面临着即个问题是真严重。因为咱长老教会讲有1-2千间的教会，但是衰退的较侪啦，衰退的较侪。包括咱台南中会嘛是安尼，甚至有的教会无人啊，就爱关起来。啊，若看起来讲啊，好亲像足毋甘啊。毋过你若甲想，即个生命周期这是自然的现象。因为你若无成长，你就淘汰啊。啊，所以有新的教会开始啊，因为伊充满着活力啊。啊，所以即个学者安尼讲，领导团队就是咱教会这领袖，你一定都爱去面对什么？你若无改变，就爱毁灭。因为别人咧路咧行，啊，你搁照原来，啊，你要伫原地打骹步，啊，你要继续打，但是人已经头前咧继续唱歌，啊，所以你若无改变，别人袂可赏你啦，你只有互社会淘汰。一个公司啊，一个团体，也是一个事业体，拢同款。所以咱即个2020年的共识营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聚会。咱是要透过无共款层面的、无共款角度的同工，来做伙追求上帝，互咱伫富强教会下一步的方向。咱做伙找，毋是干那牧师找、长老找，是咱已经开始咧筹备咱的同工足无用，甚至咱要来甲咱帮忙即个黄兆新教授，伊是专门伫即个团体动力的专家。伊毋是干那来找牧师讲话、找长老讲话，伊是要招几来团体，无共款组织的人甲因讲。意思讲，毋是干那听牧师话，无共款人的声，迄个声才是真实的。所以咱现在也咧筹备，就是讲，毋是干那迄日要聚会是对现在就开始啊。这是上帝互咱一个真好学习的机会啦。
拄则咱讲起着讲，若无异象，箴言安尼写，无异象，民就放肆；只有遵守律法的，就福气。即句话，咱会当解解释现代台语讲，你若毋是互上帝互你一个方向甲指示，就亲像耶稣互彼得一个，你要得着人亲像鱼，过来你饲我的羊啊，然后彼得讲安尼好，我就是安尼领受，然后甲伊成就。伊讲民就放肆，放肆意思讲，毋是雕工的啦，是沙无啦。咱讲像无头苍蝇安尼乌白飞、乌白走，啊乌规暗，亲像彼得规暗掠无鱼，迄个意思。啊，所以遵守律法就有福气。什么意思呢？好亲像咱来照耶稣互咱迄条轨道，耶稣甲你铺一条轨道落来，啊，你伫顶原走，搁勤恳，搁风，搁有力，而且会达到目标，会达到目标。像即位，我知影讲足侪兄弟同工已经报名，咱愿望讲，好像一个咱的教会的领袖会共款，要招100人，啊，要伫11月13到14做会。来开会，做伙聚会，是大家做伙凝聚迄个共同的意向。咱赢这意向是爱当心来追求，愿上帝赐福互咱这个新的意向、新的目标、一个新的命定。事实，这真正是一个关键期。咱第一代的领袖，慢慢拢退落来。咱第二代领袖现在大家足用心在规划、在努力，但是。有一天，咱嘛是爱把这个棒交落来。兄弟姊妹，咱新的一代领袖伫倒位？若要搁进一步来讲，我甲谢牧师伫咱遮的服侍，其实已经慢慢爱接近尾声。咱来祈祷上帝，甲咱准备一位有新时代眼光的牧者来领导咱。所以，这个代志毋是干那中级会小会代志。是咱正兄弟姊妹的代志。今年咱拄着疫情的影响，我有感觉到咱教会兄弟迄个变化真大。虽然疫情已经过，但是参加礼拜、参加各种聚会，改成要搁倒转原来迄个规模，甲迄个勘站，也搁爱努力的所在。兄弟姊妹，这是你我大家共同的功课。我望亲像彼得，伊领受这个异象，最后成就耶稣基督的交代。咱的教会嘛为着这个来打拼。望咱教会进入到50周年的时阵，上帝给咱一个足清的方向，也咱知影看见新的一代的出产生。咱的教会无衰退，无失败，无消灭，是咱有改变，搁一个新的开始。咱要来忍受。